心啊，借我200块钱，我出去吃个饭。你又出去吃饭呀？我有事儿，给我这里边有100，然后我包里还有100，记得还我啊。那啥，那我现在不拿你100吗？我是不是差你100？对呀。你是不是包里你还没给我拿？你是不是差我100？哦，对呀。那你别给我拿了，咱俩清账行了吧？哦，对对对。那谁也不欠谁啊？我走了。早点睡啊。小伙子，刚好2斤，5块钱。哦，糟了，大爷，搞忘记带钱去了。没得关系的，我们可以刷卡。我也搞忘记带卡，那都不是问题。也没得关系的，我们可以写账。你要给人想跑了？哎，可以呀，可以呀。妈，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会不会开车呀？哎，老公，你咋是干这里来了呢？你怎么不上这里来了呢？不是，媳妇儿，你咋的了，媳妇儿？啊！呀，妈呀！大夫，你快看我媳妇儿咋的了？媳妇儿，你咋带着看呢？操你妈呀！呀，没事了，媳妇儿啊，好了，没事了。现在你让我耍嗨，不干。来，我带你去跳舞，要得嘛？那我把梨给我冰了个梨来，要得。舒服。你咋个来不动了呢？姐，给我跪下！跪你奶奶个头！那是假的，那是假的。假的。肺活量大比拼，刚嫂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1、2，数到3再吹，再来一遍，1、2。我数到3了吗？再来一遍，不许玩赖，1、2、3。3位评委老师好。你的职业是什么？我是一名网络段子手。那你的演技应该不错，那肯定的。要不即兴表演一下？好的。此时你接到你女朋友电话，喂，宝贝儿，特别开心。喂，宝贝儿，你女朋友突然给你提出分手，什么？你很气愤？什么？你一气之下把手机摔了？你一气之下把手机摔了？一气之下！你一气之下愤怒的把手机摔了？愤怒！你表演的不是很好，下一个。你演的不是的，下一位。
努力吧，再努力。留下好事吧。